继续来看天兔风台，今仔日已经转为中度的风台，而且愈来愈靠近台湾，上紧阴暗深夜，也则是明仔载的透早，就会来发布着海上的警报，嘛无排除明仔载下晡来发布着陆续的警报。气象署讲，这个天兔风台对台湾影响上大的时间点是。 这礼拜五，包括花莲、台东甲恒春半岛，恐惊拢会落超大雨，要做好着防台的准备。12月中，海面上有万有结境天兔甲万旗3粒风台，而且天兔今仔日早起已经为轻台升做中台，深台几率嘛愈来愈悬。最快可能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清晨，我们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那陆上警报的范围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，因为到时候它接近我们与否的程度。不过，如果按照现在目前的路径来看的话，我们最快可以在14号的下半天发布陆上警报。天兔目前继续为西北的方向行，按照目前路线预测，明仔载北转将会是关键。后日的早起4点可能就会吸到海警线，后日下晡3点恐惊就会扫到台湾，所以气象署估计8月风雨上头。它的环流会对台东、恒春半岛、花莲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，屏东地方也要稍微特别注意，因为台风的路径如果稍微比较偏西一点的话，屏东它的相对影响也就会比较大一些。整体的预估来看的话，在15号，花东、恒春半岛要特别注意，可能都会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。今年开辟造成超过36亿的农业损害。了后的山岛市嘛带来6亿以上的损失，过来是空水，嘛让农产损失超过23亿，提醒农民一定要谨慎。是讲这摆有万有未少人烦恼又可以办红台假，因为礼拜不来平的 Lisa 将会伫高雄鸡蛋办见面会，真侪民众都惊红台来乱，和期待真久的活动促销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